你们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耶！当然啦，亮亮，你是我们的宝贝，当然要帮你收赏你过生日。亮亮，快点，吞蜡烛。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啊？我说吞蜡烛就是吹蜡烛，赶快亮亮许愿了。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；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大家赚大钱；第三个愿望，我许好了。好，那赶快准备咯！1、2、3，耶！啊，亮亮，你看这个给卵糕蛋糕是你最喜欢的口味哦。谢谢彤彤姐姐。不客气啦。亮亮，我跟你感情这么好啊，你可不可以偷偷告诉我，你刚刚第3个愿望许什么？这是秘密啦，不能说。哎呦，拜托啦，我真的很想知道哎，不然你偷偷跟我讲啊，我不会跟人家说的啦。哎呦，不行啦，愿望说了就不灵了耶。他们在做什么呢？周赏你过生日，周赏你过生日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周赏你过生日。呀嘿马给，这是什么？给卵糕，蛋糕，给卵糕，蛋糕。亮亮最喜欢的点心是什么呢？给卵糕，蛋糕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吞蜡烛，吹蜡烛，吞蜡烛，吹蜡烛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吞蜡烛，吹蜡烛。亮亮好棒哦！周赏你给卵糕，吞蜡烛。3句客家话，小朋友都学起来了吗？阿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罗了。